不行，我要上学。副科长，今天要喝这个一醉方休啊。对，方面，哎，你哪位啊？哦，英语啊。哎，我有个事儿啊，你看怎么办？有个小女孩，学习成绩不错，但是身体不是很好，想上学呢，其他学校也不能算拒绝吧，反正就不太愿意收。对，这孩子怪可怜的，特别想上学。后来呢，我们公司说拿出10几万来赞助吧，以赞助形式送这个孩子上学。哎，这是好事儿啊！啊，对呀，这是好事儿啊。嗯。不过现在办这种事儿啊，这手续上挺麻烦的。不，手续可以后办，反正就这么一回事儿吧。上个学嘛，孩子上个学又不是说什么大事儿啊。那好吧，什么时间？最好是明天。哎，行，等我电话吧。嗯，来吧，各位，咱们动手吧。梦玲回来啦？哎，妈，我回来了。明宇回来了吗？在楼上呢。爸爸呢？也在楼上。嗯，您挺好的吧？挺好的。怎么样？哎呀，就是忙啊。哎呀，我说你们这两口子啊，怎么回事啊？怎么了？吃嘛吃不在一块儿，住不在一块儿。刘副馆长，您等的什么人怎么还不来啊？哼，别急嘛，啊，看我家里还有孩子。哎，你看来了，老兄啊，你可是姗姗来迟啊，待会儿得罚你。认罚，没办法，路上太堵。哦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我们海关新调来的技司科科长贺清明。久仰，张峰。哎，老刘啊，有什么话那边说吧。行，好吧，走，来，哎呀，走吧，来这边。张总好。哦，张总。张总。怎么着？咱们人都来齐了吧？都齐了。好，那我隆重介绍一下啊。这位就是咱们海关新来的技司科科长贺清明，贺先生。哎呦，欢迎！行，来，都坐吧。来，这么都是自家兄弟啊。贺科长，咱们虽然初次见面，可是久闻您的大名啊。来，我来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市局对外联络处的申处长，我们哥俩一块儿敬您一杯。这是兄弟的名片，白崇辉。兄弟在娱乐业有一些小本生意。改日请贺科长光临，也许能够获得一些意想不到的收获呀！改天到他那儿去看啊！哎，酒得喝了呀！啊，很抱歉，我从来不饮酒。张总，我30多年都没饮过酒，咱们能不能以茶代酒？这不大好吧？到了这个地方能不喝酒？哪怕是意思那么一点啊！就是，对，好，
今天我们是给贺科长接风，既然贺科长不能喝酒，那么贺科长的酒就由我代劳了。好，代劳。哎，各位，对不住各位，张总虽然是海量，可是今天身体稍微有所不适，这杯酒呢，我就代劳。哎，小瑞，谁让你替我喝的？你坐下。来，服务员，上酒杯，上3个。喝白酒的。诸位，我今天还特意准备了一些白酒啊。学姐，这叫什么杯子？这种杯子我一口气能喝100杯，还他的。行，大就大了。张总的酒量大啊，3杯不行，那咱们得3见酒，9大杯，怎么样？你敢不敢？对。你还真别激我，别忘了这酒我是带贺科长喝的。好，张经理，这不合适吧？这有什么？贺科长，你是不了解我呀。我张峰虽然没读过大学，但是我做梦都想读书啊，都想跟你这种读书人做朋友。这酒呢，我算是喝定了啊。张先生，这酒不是好东西啊。你们大伙儿听见了吗？啊，贺科长称我为张先生，这说明我不是自个儿人呐。这酒不得喝吗？喝。哎呀，好。张先生，别喝了，再喝就该出事了。贺科长，你不会看不起我这个没读过大学的吧？张大哥，这酒不能再喝了。别拦他！哎，张总的习惯我是知道的，他要认准跟你交朋友，这9大杯那是一定要喝的。哎，这种玩命的喝法，在咱们天都市，那就属咱们张总一个人了啊！那是。刚才贺科长喊我张大哥，这大哥可不是白当的，大哥得怎么样？得喝酒啊！好样的，好样的！贺科长，哎，张大哥，能不能不喝酒？这算什么？说话算数，说9杯就是9杯。好。弟兄们看好了啊！好。哎，张总，哎，诸位慢慢喝啊，慢慢喝啊，高兴啊，高兴。走，咱们那边休息，那边休息。来，走，咱那边休息会儿，休息会儿。咱们这休息。我还要，哎，休息，喝完了，休息，还有呢。贺科长，坐。哥，您这戏演得够好的呀，够足啊，成吗？成，基本上算是拿下了吧。没问题。回家走。哎，今天回来这么早啊？吓我一跳。今天怎么了？说吧，有什么事儿？
也没什么事，就想陪陪你吧。非洲统一组织第37届是局里让你回刑警队了。这次大会将批准正式启动非洲联盟。那按你还不高兴啊？啊？就是高兴不起来。回刑警队的代价是让你去查聂明宇，对吧？有知道你还真答应了。算是答应吧，不答应怎么办呢？那个庞天岳要把人给吃了。哎，你怎么了？你和明宇一起长起来的，没有人家能有现在的你吗？这些道理不用我说吧？我知道。明宇就是没有什么事儿，就是有，你能法办他？啊？这种案子你怎么能接呢？那别人怎么不去查，偏偏派你去查，这明摆着欺负老实人吗？这不是？我跟你说话呢。600多万人背井离乡，沦为难民。你怎么这么傻呀？老让人当枪使？为什么让你去查？不是看你老实吗？你怎么老让人欺负呢你？啊？你别说了，你别走，你别走，你别走，你坐着说清楚。我告诉你，要查聂明宇，怎么轮也轮不到你。你别急好不好？我想庞局长，他的意思是让我先回刑警队。至于调查的事情，我想明宇也不会出什么问题的。到时候我就走个过场，打个报告，往上面一送，不就得了吗？啊！我告诉你，刘振汉，你要真丧良心，你去查人明宇了，你让我和亮亮怎么见人家？怎么去见聂家？你听没听见呢？按我说。按你什么说你？按我说。你什么说？你说什么就说什么，说什么？我说。傻了吧唧就会在家来劲，你怎么不跟他们这样呢？你？我说查也先查一下，但是查什么查？能去查吗？能查吗？我不。那老爷子那你怎么交代呀？我查一下子不行吗？你怎么死心眼呢？你怎么死心眼呢？你我不可能害人，我刘振汉再怎么样也不会害自己的兄弟啊！不跟你说了。傻德行。是我自己坚持要这么做的。这好吃。好。你听我说。这谁做的鱼啊？应该是我做的。雷雷什么时候回来啊？还不错，心里还想着妹。爸，您知道局里派谁查过那案子吗？谁呀？大刘。大刘振汉。哎，他们这是要干什么嘛？调刘振汉回来查你，亏他们想得出啊！行啊，让大刘来吧，正好我还挺想亮亮的。爸爸，可是外面总在传说他是个铁面包工。包公啊，振汉长得倒是挺黑的，可他能把明宇怎么样啊？得罪谁也得罪不到他呀。爸，我公司还得发个传真，我先走了。你多陪会儿吧，好吗？啊。哎，每次都急急忙忙的。哎。莫宁啊，明宇最近对你怎么样啊？怎么了妈？他对我一直挺好的。我看你们俩该要孩子了。爸爸，你回来啦。闺女。谢谢爸爸。怎么了？你就别装傻了，和平中学都来电话了，说已经正式录取我了。和平中学来电话？正式录取你了？校长亲自来电话了，说你是张叔叔和聂叔叔的好朋友，你的忙他们一定会帮的。聂叔叔，
张叔叔。好像聂明什么？那个是张峰。张峰？嗯。各位观众，今天早晨，我是身残志坚的贺丹丹同学，终于走进了天都学校的校门。那么下面呢，我们进行对她一下现场采访。对，我是贺丹丹。你能够进入和平中学，感到高兴吗？我很高兴啊。您是贺丹丹的父亲吗？对。对于和平中学能够录取你女儿这样一位残疾的学生，你有什么感受呢？谢谢你们。我再重复一遍。我的女儿除了走路有些障碍之外，一切发育都非常正常，而且她学习非常优秀，我以她为自豪。是的，贺丹丹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同学。那我的意思是，您对于学校能够录取她有些什么样的感受？我现在不想接受采访，但是我想知道你们是怎么得到这个消息的？啊，是有人安排我们来进行采访的，请您简单说一下您的感受好吗？很抱歉。我现在不想说什么。贺丹丹同学，看到同学。贺先生您好。你好，我是藤小，和平中学的校长。这位是袁明金校长。你好，你好。分管招生工作的，欢迎你的女儿到我们学校来上学。我非常感谢你们。我只想让我的闺女安静地学习，不想成为宣传工具。贺先生，你误会了。有件事我就不明白，为什么你把我的闺女拒之门外半年之久，突然间又把她吸收入学呢？贺先生，丹丹进入我们和平中学，完全是破格录取。按照国家教委的规定，起居不能自理的学生是不能入学的。但是我们考虑到丹丹的特殊情况，还有你的老朋友聂总的慷慨解囊，所以才有丹丹的今天。聂明宇他赞助了10万块钱作为丹丹以及丹丹今后在学校的生活费用。更明确的说，聂总以天都市龙腾集团的名誉赞助了10万块钱，丹丹才有了今天。龙腾集团？对。那张峰他？张峰是我的老朋友，他是龙腾集团的总经理。久仰，张峰。是吗？和我的兴趣一样啊。校长啊，我跟孩子说2句话。哦，可以，你请。请问滕校长啊，你接收贺丹丹这样的同学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？作为学校，虽然丹丹是残疾，但是学校因为多方面的原因，经过努力还是录取了。丹丹，另外，他赞助了10万块钱，因为学校的发展非常需要经济的支持。咱们不念了。为什么呀？爸爸回家再跟你解释。不，我现在就要听你说。我在这说话不方便。不行，我要上学。